欧贵兹伯爵的葬礼最精妙的枢纽是画面中央的天使，展现了标志性的风格主义。天使展开黑白羽翼，身体呈现流畅优雅的 S 型曲线，打破了下半部人间沉寂的水平构图。仔细看天使双手捧着的东西，那不是成年的伯爵，而是一个形似新生儿的云影，代表着伯爵脱离肉身后的纯洁灵魂。而他所处的狭窄云彩缝隙，更像是母亲的产道。天使则像是天界的接生员，奋力地将这个新生的灵魂推出产道，推向天国。进入天界以后，构图转变为三角形的金字塔，顶端是穿着白袍神圣的基督，左侧的玛利亚和右侧的施洗约翰将新生的灵魂牵引领向耶稣基督。